西港庆安宫的庙会是12月24到26呢，23号是请妈祖呢，到鹿耳门请妈祖。那佛陀纪念馆通常都是圣诞节的活动呢。圣诞节那一天活动呢，世界神明联谊会，世界宗教神明联谊会。府城普济殿，威灵皇帝府前岁庙，台湾上早的王爷庙。伫台南一中哦，门口出去迄条民族路，伊若行伊若去。台南一中门口迄民族路安尼，伊若向西，伊若向西，经过赤坎楼，佮伊若向西，经过赤坎楼，佮伊若向西哦，伊若向西，会当找着普济殿啊。四点大天后宫也是在赤坎楼南方嘛？印象是这样，有没有弄错啊？赤坎楼南边好像是4.5庙呢，4.5庙旁边呢有大天后宫呢。赤坎楼就在成功路的南边，台南火车站正西边的中山路，在右边一点，右边一点就是成功路了。成功路就是有那个邮局啊，还有那个什么台南大饭店啊，那一条路啊，成功路啊。往西边有那个大道公庙啊。再过去不久就往南边就是有赤坎楼啊。